最虔诚的听众熬早。现在又是正觉之声空中播告节目时间。今仔日我是继续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在前面已经甲咱各位解说甲正文第63页，对头顺倒来就是解说甲第5章，就是由世尊所传来祖师甲第12位呢，就是马明大师。即马爱说的解说下面就是13迦毗摩罗尊者。迦毗摩罗尊者呢，就是咱世尊搁在落来祖师其中呢，是属于第13位。那根据佛祖统计所记载这个迦毗摩罗尊者呢，是属于摩羯多国的人。最初伊也是一个外道，伊拢总呢有3000个弟子。但以后呢，甲马明菩萨来谈论就受马明菩萨来甲伊屈服，也就是讲伊辩论的结果呢，辩输马明菩萨，结果呢就作为马明菩萨的弟子，就在南印度来弘扬佛法。这是在佛祖统计内底所说明，就是这位迦毗摩罗尊者呢，是接马明菩萨的法，所以马明菩萨是属于第12代，也就是变成第13代。说的就是十四良师大师。这个良师大师，咱平常时阵就是叫做良师菩萨。那这个良师菩萨呢，也名叫做良寿菩萨。这个良师菩萨呢，伊是在西印度的人，伊的名呢，叫做欧洲多那。这个良师菩萨呢，是在咱佛陀离开世间差不多700年迄个时阵，伊是出现在南印度。伊是马明菩萨迦毗摩罗的弟子，也就是属于提婆菩萨的师父啦。伊呢入去方疆的所在，来去将迄个大华严经呢，给带出来。当其时呢，搁再开迄个铁塔来传秘密宗。这位良师菩萨啦，可以讲就是无论是显教，无论是密宗，会使讲是属于八宗之祖师。那这个八宗呢，就是禅、净、律、密、天台、华严，搁在三论，搁在唯识。这八宗派可以讲就是甲这个良师菩萨呢有关系。也可以讲，这个良师菩萨在当其时对咱佛教有相当大的贡献伫咧。马明菩萨甲良师菩萨，其他拢叫做讲尊者，只有这2位特别该称呼叫做讲菩萨啦。也就是因2位会使讲对佛教有真正特殊的贡献。说来即马第15就是迦那提婆尊者。这个迦那提婆尊者呢，也是属于南印度的人，因为伊来拄到良师菩萨。良师菩萨呢，知影讲伊也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
所以以后呢就带伊出家，以后呢就将这个法来传予伊。说的呢就是第16代，第16代就是罗煊罗多尊者。这个罗煊罗多尊者呢，也是属于迦毗罗卫国的人。这位尊者，伊才有传奇的记载啦。伊在要度这个净客难提尊者迄个时阵啊，就是讲罗煊罗多尊者兴化到甲失罗法城啊，甲这个叫做失罗城这个金水河，就对伊的徒弟安尼讲啦，讲有一个叫做净客难提啊，踮在迄个所在啊，而且佛当其时已经呢就预言，在1000年以后啊，这个净客难提呢，会当后来继承祖师之位啊，所以这个罗煊罗多尊者就带领伊一班的这道众，就去找啊，就是要去见这个净客难提。那净客难提呢，就安坐入定啊。经过21日以后呢，才会当出定。伊也伫遐等啊，等到321日了，因为罗煊罗多尊者知影讲净客难提要甲伊度化的因缘已经成熟啦，就甲伊辩论。甲伊辩论了，这个净客难提呢，已经有所了悟，因此啊，罗煊罗多尊者呢，就将这个法来付予，就本身呢是属于第16代祖，净客难提尊者就是第17代祖。即马这个第17净客难提尊者，伊呢是属于失罗法城宝藏阎王的囝，就是讲宝藏阎王的囝啦。伊这位尊者出家了，就甲迄个大石窟的所在来安坐入定。到甲伊将这个禅定起来，迄当时阵，罗煊罗多尊者因为特别度伊咯，就甲伊问啦，讲你啊是心定呢，或者是心定？意思是讲你伫遐伫坐禅伫咧入定，也到底是你的身躯伫咧入定呢，或者是你的心理伫咧入定？净客难提尊者就甲伊讲啦，讲身心俱定啊。伊安尼回答了罗煊罗多尊者，罗煊罗多尊者就讲问伊咯，讲既然是身心俱定啊，由何出入啊？也当阵净客难提就安尼讲啦，讲虽有出入，不是定相。以后经过罗煊罗多尊者来甲伊开示，伊就复然啦，来得到解脱，所以呢就接受了罗煊罗多尊者的法，作为第17代祖师。下面就是18科叶夏多尊者，这位科叶夏多尊者呢，是摩提国的人。第17代祖啊，就是讲净客难提尊者，既然得法受记了呢，就一直教化众生，教到摩提国。去摩提国的时阵呢，就看到一个童子。迄当阵净客难提尊者就问伊啦，讲你到底几岁啊？这个囡仔呢，甲伊讲100岁。这个囡仔是啥物人？就是科叶夏多尊者。伊甲讲100岁，呀，净客难提尊者就甲伊问啦，讲你还阁遮尔正少岁，还阁囡仔，为什么讲你是100岁呢？迄当阵，这个童子就甲伊讲啦，就讲一首偈，讲若人生100岁啊，不悔诸佛偈，未若生1日，
义得决了之。那这四句句呢，甲迄个法句经内底所记载啊，有相同的意思伫咧。若人生必衰，就是讲，假若一个人生在世间，活在世间有100岁，假若若是未当好来体会到佛法的道理，安尼呢，不如生在世间之日，也会当决断，会当明了佛法。你看，迄当阵，启谢道尊者虽然是讲要囡仔，就会当对咱净客难提尊者呢来回答这个话。也在迄个时阵，遐拄好，拄风伫咧头，在挂在大殿迄个铃呢，声伫咧吼。净客难提尊者呢就问啦，讲到底是迄个铃伫咧吼呢，或者是风伫咧吼呢？尊者就讲非风铃鸣我心明意。讲也毋是风，也毋是迄个铃伫咧吼啦，乃是我的心伫咧吼。意思就是讲，迄个铃甲迄个风，那么这两项虽然是讲风甲吹叮当，迄个铃呢就叮叮当当会呢出声出来。毋过，若是无有心去甲伊分别，哪里会知影讲迄个铃有声呢？这个净客难提尊者问的，甲启谢道尊者所回答的就敢若亲像咱六祖慧能大师伫咧讲迄个风动幡动，甲迄个意思就同款的意思。就是有人伫咧证讲是动幡伫咧叮当，或者是风伫咧叮当。一个讲动幡叮当，一个讲风伫咧叮当。到底是动幡叮当，还是风伫咧叮当？讲风叮当的人，就是讲你看迄个动幡吊伫迄个所在，若无风，安尼当然迄个动幡袂叮当。哪里就是动幡伫叮当哪里是风伫叮当呢？毋过一个就讲啦。讲迄个风，若是无动幡伫遐，风伫咧透，哪里知影讲是啥物伫咧叮当因为有一个动幡伫遐，风透，明明是咧动幡伫叮当转来转去。这是在咱这部《六祖坛经》在前面所记载。迄当阵六祖慧能大师就讲啦，讲毋是风动，毋是幡动乃是仁者心动。因为这个启谢道尊者呢，伊的佛法的见解已经有真深所以净客难提尊者就导伊来出家修行，以后就将这个法来传开。法传开了后呢，就作为第18代祖师，下面19鸠摩罗多尊者。这个鸠摩罗多尊者就是大月之国婆罗门之子。第18代祖启谢道尊者到甲月之国迄个所在，看到一个婆罗门伊的厝敢若感觉讲有不同的迄个气氛那么换一句讲，就是讲，因为讲迄间厝内底有迄个灵气这个启谢道尊者呢，就特别入去伊的厝内。入去厝内呢，这个鸠摩罗多尊者迄当阵是要出家修行咯，就问伊啦，问讲是虾米人的道场要来我这个所在。启谢道尊者甲伊讲讲我都是佛的弟子。这位鸠摩罗多尊者呢，听到佛的名号听到讲佛这句话佢讲都是心神肃然都是讲伊这个身心呢受到一种迄个感动，但是呢，却是将迄个门给关起来。启谢道尊者呢，就该拍门就是讲该叫门叫真久迄当阵，这个鸠摩罗多尊者就讲，阮内底无人啦。但是启谢道尊者就讲啦，
讲你既然讲内底无人，啊，伫咧应我的是啥物人啊？伫咧答复我的是啥物人啊？那这个毗摩罗多尊者知影讲，要来找的人，毋是一个普通的人。结果呢，就将这个门拍开，就去甲伊请入来底坐。请来底坐，这个毗舍多尊者就甲伊讲啦，讲过去啊，世尊呢，有这个预言，讲伊离开世间1000年了后，有一个菩萨啦出现在月之国，讲我今仔日来拄着你，相信世尊所讲就是你啦。主呢就甲伊开始佛法。开始佛法了，这个毗摩罗多尊者呢，就启发了伊的宿命地，从而呢，就来礼拜毗舍多尊者来出家修行。然后呢，毗舍多尊者才将这个法来传互伊作为第19代祖师。下面20舍卫多尊者。这个舍卫多尊者呢，属于北印度的人，伊的智慧啊，会使讲是真正悬。不过根据伊的传记的记载，就是讲这位舍卫多尊者拄到伊的师父毗摩罗多尊者迄当时阵，伊就请教毗摩罗多尊者呢讲啦，讲我的老爸老母素养呢。是信仰三宝，但是常常身体拢毋好，凡是所做的代志拢是不如意。但真奇怪伫我的厝边的迄个人，会使讲真久以来呢，都做这个犍陀罗行。那犍陀罗就是印度话啦，反正咱中国的就是杀者。这个杀者呢，就是讲伫咧杀生害命的人。杀生害命的人在印度当其时呢，认为讲这是做迄个真正下贱的事业。所以这个犍陀罗应该是另外一种的种族。那是咱教主释迦牟尼佛当时呢，伊是另外一个阶级。也这个阶级的人，伊无资格来信仰宗教，也无法度好甲迄个较悬的种族的人来结婚。因为迄当阵这个阶级制度非常的严格。伫遮所讲的，伊做这个犍陀罗行就是讲伊呢是伫咧做杀生业的人。做杀生业的人应该呢是罪业真重，却是真奇怪，身躯呢常常拢真勇，也所做的代志拢真正顺遂。所以这位舍卫多尊者呢，就来请教毗摩罗多尊者，讲为什么我隔壁迄个人遐尼正幸福，也阮呢遮尼正不幸迄当阵毗摩罗多尊者就甲伊解说安尼讲啦，讲善恶的果报可以讲就是有3个时。那这个3个时也就是咱平常所讲的3世，就是讲过去世啦、现在世啦、未来世啦。也毗摩罗多尊者佫再进一步甲伊讲，讲咱凡夫众生只有看到讲，迄个有慈悲心的人，确实真地会受，或者是讲搞破病。也迄个真正香薄真正残忍的人，确实真当会受。也无恶不作的人，确实呢真正好。也真正有仁慈、规规矩矩做人的人，确实无好，就以为讲无因果，罪甲福就拢是假。伊讲哪里会知影这个罪福乃是亲像这个影呢，来随迄个形共款。纵然经过几万劫，也无法度好来磨灭。意思就是讲，你的父母素来信仰三宝，但是呢，目前未当得到好的果报，这一定是伊前生的业因前生的业障。你讲你隔壁迄个人是伫咧做杀生业的人，伊确实得到好的果报，那这一定是伊前生呢有修。这世人虽然是做业，但是前生有修。
安尼讲了后呢，这个下一道尊者呢，当然啦，也就会当了解，会当解说了伊心中的基本。刷落伊的师长毗摩罗多尊者呢，搁再甲伊开始。讲你现主是虽然呐，是相信了过去、现在、未来诶，这业业因业果，乃至生巧以上业的道理，但呢，你确实也未当互明了业是将烦恼所生，烦恼呢是将意识妄想所有。也意识妄想呢，是依照不觉的无明。不过，这个不觉的无明呢，却是依照真心的本体。也心呢，本来是清净，本来呢是无生灭，也无造作，无报应，无胜负，乃是寂寂然，灵灵然。迄当阵，毗摩罗多尊者搁再甲伊讲。讲你若是当好入去这个门内啊，就会当甲诸佛共款。也就是讲，你若会当好入去到甲这个清净心的境界啊，那么你就甲佛共款。安尼一切善恶有为无为啊，就敢像这个梦幻。迄当阵，这个下一道尊者听到毗摩罗多尊者的开示呢，伊会熟根发现啊，就安尼呢。就发心来用功修行，以后结果呢，就来接受毗摩罗多尊者的法，作为第20大座。了后呢，就将这个法搁再付予波修盘提尊者。付予这个波修盘提尊者了，伊就随时来入涅盘啦。下面第21啦，就是。波修盘提尊者，这个波修盘提尊者是属于罗一城的人。尊者呢，可以讲就是非常用功，伊一天呢食一顿，也拢无困。无论是伊是暗时呢，拢伫咧拜佛。因此呢，有真正侪人拢来皈依，来亲近伊学佛。这个下一道尊者有一遍啦，为着要来度这个波修盘提尊者呢，就去甲伊的道场，就问伊的弟子就来讲啦，讲这款的抽道那么这个抽道会当修梵行，是毋是当来成就佛道啊？意思就是讲，抄这个波修盘提安尼来伫咧修这个苦行。是毋是当回来成佛道呢？伊的主张就安尼讲，我的师父非常的精进用功，为什么安尼学做毋好，安尼做毋对呢？迄个下一道尊者就对遐道长安尼讲，我不求道，也不颠倒；我不礼佛呢，也不轻慢；我不中作，也不懈怠；我不一时。也不杂贪，心无所系，名之外道。伊就是将伊的修道的要领就安尼讲出来。就是讲我内心无求道，确实内心呢也无颠倒。即句讲就是讲颠倒才有需要求道啦。讲我呢是无礼拜佛，但是也无轻慢。你有轻慢，当然你爱礼拜；若无呢，你这个轻慢的罪孽呢不得了啦。讲我呢，无讲安尼免去坐，但我确实也无懈怠。我虽然毋是讲自己食一顿，确实也袂食。心呢无所希望，这名叫做讲道。事实上，伊讲这话，就是要开始互波修盘提尊者听到。这个波修盘提尊者听到这个话了后呢，就随时发起了无聊的智慧。因为发起无聊的智慧。就是讲，伊已经得到开悟啦，所以呢，下一道尊者才将这个法传开来，互伊呢继承了第21大座。咱即马就是讲甲第21代，就是波修盘提尊者。最轻声听讲，就请咱各位暂等1分钟，我再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大经。